嘅心臟病？嗱，心臟你平時點樣留意咧？第一，如果本身你屋企嘅雜物太多，你就會長期膽固醇高企，即係三高啦，我哋所謂啊。咁咧呢樣嘢就係屋企清理咗，呢樣好易啦。第二樣嘢咧就喺八字上面睇到咧，一個人土多同火多嘅人咧，係特別容易咧就係呢一個血管閉塞。同埋有心臟病嘅。好多啊！師傅係濕土定係熱土啊？熱土，亦即係話越有錢嘅人咧，擁有心臟病嘅可能性嘅機會係最高嘅。所以一個發達嘅人或者買到樓嘅人咧，其實喺你嘅身體狀態上咧，同時一定係會出現心臟病。係。咁所以心臟病亦係包括咗你突然間血壓高啦，或者你成日塊面紅紅咁，都係代表住你血壓高喎，唔高興喎。或者你本身嚟講咧，你係長期膽固醇高企啦，又戒唔到口咧，都係代表你個血管好容易閉塞嘅。咁所以而家都有個科技啦，咁就係話即刻去照下你個心啦。咁啊，而家講緊嘅價錢，我記得上一次照都7000幾蚊，7000幾蚊。咁咧就直情係打藥落去你嘅心臟嗰度，咁然後就推你入部機度，跟住一影張相，咁咧就透視到你嘅心臟。好立體地去睇。你有冇照過啊？我冇照過。嗱，你我屋企人有照過。你都開始要照㗎啦。知道。因為點解咧？你唔好成日以為自己好後生。因為你本身都係生於冬天，你嘅火都係亢奮啊嘛。係啊。咁所以嗱，你要照啦，或者你先生都要照。咁照咗一次之後，一睇到自己嘅心臟嘅狀態咧，佢係就心安理得。係啊，起碼安心啲咯。係啦。記住呢樣嘢係由今年開始嘅20年，都係我哋人類生命裏邊係最危險嘅一個密碼，就係心臟病。心臟病包括埋血管啦，亦係包括埋頭嘅噃。頭係指咩咧？腦，亦即係話腦中風，亦即係話腦出血。咁即係話突然間你要爆血管，就擺喺個腦度，咁就呢個都係未來20年裏邊一個非常流行嘅毛病嚟嘅。咁我話俾大家聽咧，因為而家我哋嘅八字神數咧批到出神入化咧，好多時有人一發生事嘅時候，第一時嗰個八字攞嚟俾我睇咧，都我哋已經掌握到同埋手到拿來咧，係發現到喺九運即係嚟緊呢段時間，我所收到有關於求救嘅信號咧，全部都係心臟閉塞，同埋係個腦裏邊爆血管嘅。腦裏邊一爆血管嘅時候咧，個人咧就係一出咗血咧，係直成個人係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，又跟住咧就擺唔得耐噶啦。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心臟。好啦，心咧亦係同大家講咧，就係話喺20年裏邊咧，每一個人咧，由於每個人都係嚟啊，都係個個你我個咧，就每個人都需要一種心靈嘅文化嘅安穩。咁心靈文化安穩咧，就係指咧宗教咧就係會抬頭啦，而係每個人咧都需要係自己嚟到去氹下自己，或者自己令到自己嘅心靈上邊獲得寄託。咁你諗下將會興咩行業啊？如果應該都係同心靈有關 New Age 嘅。係啦，譬如話 New Age 啦，譬如話係占卜學啦、心靈啦，所以塔羅牌大興啦。跟住你會見到香港街側邊都好多盲公噶啦，就而家唔係盲公，就係塔羅牌嘅塔羅師啦。跟住咧就好多風水師啦。所以我相信術數咧喺未來20年咧又大興啦。個原因就係心靈文化嘅流行。